好，这碟请咱备万心来准备今日的敬拜，请咱列倒奏乐。我要唱歌学乐摇花的主爱，到伫永远。要用我的嘴传你的信息到万代，因为我捌讲，主爱要受建立到永远，要将你的信息坚固伫天里。这碟，咱要来唱圣诗，圣诗第124，圣诗第120首。上帝全能实在奥妙，宇宙万物表现奇巧，独生圣子临到世间，拯救罪人脱出灾难。这粒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这粒，请咱以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是一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上中国活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审判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接，咱要来启用第26诗篇后壁面，圣诗后壁面，启用第26，记载伫诗篇111篇。篇着，咱来启用第26，着称赞上主伫正直人聚会的组织的大会中，我要全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以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。
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遵循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有恩惠，有怜悯。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，伊会永远记得伊的约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，将列邦的产业赐予因。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，伊的假事拢可靠，永远袂改变。照信实正直执行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伊的名是圣，通敬畏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遵行的人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咱启用到这，一碟，请咱三到鸭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帮赞，你也是阮的快乐。你时时照时供应阮的需要，赐了恩典甲慈爱。阮共款也要照时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主你的祝福。虽然伫疫情的中间，阮无法度自执伫你的圣殿祭拜。阮永远要伫阮所徛起的所在起做祭坛，来到主你的台前，伫施阮的宝座，求主你怜悯甲赦免。阮也知主的疼，袂因为什么状况，互阮通结断。无论伫是患难，也是伫苦难中，也是伫赤身裸体，也是伫活命，也是伫夭饿。也是伫刀剑，也是伫疫情，阮知，这拢无法度影响阮，会当甲主你相拄。阮也要通过敬拜，对主你对天顶赐你恩典，对于每一个人的家中，特别一个疫情当中，阮会当靠着主来得胜。伫阮兄弟当中，检查有辛苦病痛，也有讲袂出的土贵，甚至是阮徛起的所在。也有拄着济阮的艰难，无法度出外，无法度工作，无法度做足济阮爱做的工课，甚至有染疫的风险。但是阮知，阮靠着主，你对阮每一个人应允，你拢甲因讲，你无互阮骹跌倒，你会保守阮的性命，你无互阮拄着灾难。阮也看见阮济无伫阮的兄弟阮所少年的。求主你也赐了平安甲恩典，伫每一个人的所在，伫因逐角落拢有主你的恩典，甲因相甲伫咧。阮也要通过牧师的讲道，要记载伫台北受主你警调罪王，你甲因讲，你无看人的外貌，因为主你所竞选的是看人的内心。阮也知，当你竞选阮坐伫教会。做你的同工，做你的使徒的时，阮也知，阮着爱清洁家己，诚做圣洁，才会真最重要的器皿，还有主你的用。阮也袂当召集一个人来归应你，望透过这个讲道，互因当明白主你所爱的是啥物，透过阮的圣经的记明，佫会当互阮较。行伫生活的当中，我们将行的敬拜，对头到尾，诚做芳芳的在到主你遐，求主你亲自来接纳阮的恳求甲祈祷。毋过伫面前奉告基督属耶稣的金名来做，阿免。来请圣乐队学老，耶和华调我来行天路，咱们请圣乐队。永远的
这时，咱要来掀开圣经，记载伫撒母耳上卷15章34节，咱要读到16章13节。圣经撒母耳上卷15章34节到16章13节。撒母耳上卷第15章34节。华本第353，现代译本第331，大汉本第308。现着我用大汉本来读。撒母耳上卷15章第34节。撒母耳上卷15章34节。撒母耳去拉玛，扫罗上伊的厝，到扫罗的基比亚。撒母耳到伊死的日，无过来见扫罗，因为撒母耳为着扫罗忧闷。耶和华因为昔日扫罗做以色列王也后悔。16章第1节，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：我已经气杀扫罗，无互伊做以色列王。恁为着伊忧闷要到偌久啊？你着用角添油满满去啊！我要找你去伯利恒人耶西遐，因为我伫伊的囝的中间备办一个王。撒母耳讲：我怎样通去？扫罗若听见，伊要杀我。耶和华讲：你通带一只牛仔甲你去，就讲我来是要献祭献耶和华。你着请亚西来负这个祭事，我要指示你所应该行的事。我所指示你的人，你着替我甲伊抹油。撒母耳就照耶和华去行，到伯利恒城内遐，长老拢摇摇出来迎接。伊讲：你来是为着平安吗？第5节，伊讲。为着平安，我是要献祭耶和华，恁着清气家己来甲我负祭事。撒母耳就互亚西甲遐个囝清气，叫因来负祭事。因已经来，撒母耳就看见以利亚，意思讲。耶和华所要抹油的，果然伫伊的面前。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：无得看伊的容貌，甲伊身躯的大汉，这人是我所拒绝，因为耶和华得看，无亲像人咧看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心内。第8节，亚西叫阿比拿达，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行过。撒母耳讲：耶和华也无经这个人。亚西阁叫沙马经过，伊讲：耶和华嘛无经这个。亚西互伊遐个囝7个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耶和华嘛无经这个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囝拢伫遮吗？伊应讲：还阁有一个煞尾的，呾咧饲羊。撒母耳甲亚西讲：你找人带伊来，因为伊还未来，阮无要坐倒，就找人带伊来。伊是赤色，目睭清秀，生做好看。耶和华讲：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。第13节，撒母耳就用角内的油伫伊遐个兄弟做遐个兄的中间抹伊。对迄日起，耶和华的神大大临到大兵。撒母耳起身倒去拉玛。咱圣经看到这，这时讲道，咱们请牧师来正道。第一幕是上帝的竞选。请兄弟平安，请咱同齐仰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今仔日游玩会当伫
你的面头前来敬拜，来听你的话，恳求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会当耳孔听了清楚，心肝愿意照你的话来行，嘛互阮对你遐得到气力、坚持、忠心，一直到落尾，为着要得到你的欢喜。阮的阿爸爸上帝，阮甲阮的心摆列伫你的面头前，恳求你接纳，出声甲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这是第5个礼拜，咱毋望真紧会当真正伫礼拜堂同齐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总是咱之前有讲过，不管是伫礼拜堂，还是伫咱家己的厝，礼拜就是礼拜，咱着用虔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伊，听伊的话语。毋通因为是伫家己的厝，咱的心、咱的行为就真做无遐尼认真，想讲毋是伫正人的面头前，上帝拢总会接纳。今仔日的圣经在互咱知影，咱所认为上帝一定会接纳的代志，敢真正是照咱所想的安尼吗？咱拢知影，扫罗是上帝所立以色列人的王。总是今日的圣经在甲咱讲，上帝会退火，上帝会退火，伊所选的王。扫罗是以色列人的头一个王，总是圣经甲咱讲，上帝退火了，是安怎退火咧？伫前一章、前2章，咱拢会当看见，圣经有记载。扫罗伊成做王以后，伊无听上帝的话，两件代志，一个是无照上帝所选的祭司撒母耳伊的话来行。撒母耳的话是撒母耳家己的话吗？毋是，伊是上帝的罗布，是上帝所选调。透过先知、透过祭司来讲的话，毋是这个人的话，是上帝的话。伊用由我扫罗，互伊成做以色列人的王。伊嘛甲扫罗讲，这是上帝所互你的，上帝爱你做王。所以对上帝遐来的身份，真做尊贵的。真做爱对上帝遐听话的，撒母耳伊也是对上帝遐所拣选。透过撒母耳的传达，扫罗会当知影上帝爱伊做什么款的王。透过体制、制度内面所选的迄个积分，扫罗本来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总是扫罗做2件代志，互上帝来生气。一件就是伫交战的时，应该爱听候撒母耳来献祭了后，才会当开始交战。总是伊无等撒母耳来，伊伫正人等无撒母耳的时，伊家己就起来做祭司来献祭，的确得罪着上帝，因为这个毋是一个王应当爱做的代志。扫罗是看人的情面，
伊想时间已经到啊，什么尼还未来，安尼我就来做。看起来敢若是对的，献祭嘛是献互耶和华上帝，敢若嘛是拢照无来，总是人毋对，身份毋对，做的代志，上帝就是无接纳。所以当撒母耳来的时阵，伊讲：你做什么代志咧？你已经得罪着耶和华上帝。这是无照这制度来，嘛无照上帝所互人的身份来做的代志。另外一个就是交战的事，耶和华上帝爱撒母耳甲扫罗讲：当你交战赢了后，所有的物件、所有的人、牛遐会好的，拢总袂当留落来。这是耶和华上帝的吩咐。总是当扫罗交战赢了后，伊甲百姓看好的，伊的心挂念、珍惜遐个物件、遐个好物，伊甲拢总留落来。这是明明知影耶和华上帝的旨意，总是用人的意思来解说，递到互上帝来生气。就是这两件代志，圣经互咱看见，扫罗无听上帝话，递到上帝退火，选伊做以色列人的王。照圣经的记载，迄个时间是伫扫罗做王头几年。总是圣经嘛，甲咱讲，扫罗做王40年。也就是讲，当扫罗做王无几年，伊就得罪着耶和华上帝。耶和华上帝就透过撒母耳甲伊讲：上帝无欢喜你做王啊，无要互你做王啊。这句话出来，一直到扫罗死中间做年，毋是一届。讲煞代志就安尼发生啊，毋是。所以咱会当看见，当撒母耳甲扫罗讲这话以后，一直到伊死这个中间的过程，扫罗伊的人生，伊做王的这个阶段，伊是艰苦的，因为圣神离开伊咯，伊是无法度困的，伊定伊的心是无平安的，伊犹原坐伫迄个位。总是伊伫耶和华面头前，已经无得到上帝欢喜，上帝无甲伊伫地咯。迄个位犹原互你，一直到上帝设立大卫做王的登基的迄个时，长的时间是扫罗做王的一生。伊这个一生的时间，拢总无耶和华上帝甲伊伫地咯。伊犹原坐伫迄个位，总是已经无上帝甲伊斗阵。这是一件足悲哀的代志，就是咱真做一个上帝的囝儿，上帝所选调，咱所讲的我是上帝的人。总是上帝若无甲咱斗阵的时阵，咱所面对的，就是甲扫罗共款，袂有平安。犹原敢若看起来，敢若阁有迄个身份，也毋过平安已经无咯，圣神已经离开咯。咱看见伫旧约的时，原来圣神会照耶和华上帝的旨意来到人的身上，嘛会离开人。所以就是安尼，咱才知影，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伊讲伊要离开的时，讲以后我会求天父派保惠师来，永远甲恁伫地，这是偌尔啊宝贵的代志。因为圣神会照上帝的旨意离开，总是耶稣基督，互咱上大的礼物，就是求天父上帝，互圣神无离开咱，甲咱永远伫地。正做耶稣所讲的，我互恁的平安，甲世间的平安无共。伊嘛掠伫旧约时间的时，耶和华上帝会离开，会生气，无听伊话的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做中保这件代志，互咱知影，咱下当毋免烦恼。
总是唔免烦恼，就真正唔免烦恼吗？照上帝体会来讲，照上帝生气来讲，当上帝派什么呢？另外备办一个王要替扫罗。咱嘛看见圣经内面的记载，上帝做代志的听事顺事，上帝的心，毋是讲换就换，伊嘛是有互伊时间，总是这个时间，上帝无甲伊斗阵啊。当耶和华上帝派什么呢？备办一个新的王，伊嘛装备这个人。咱知是亚西上细汉的囝。今仔日的圣经在互咱看见，伫选的过程中间，上帝讲一句一句一句共款的，就是这个毋是我选的迄个，这个是我拒绝的迄个。咱的和合本内面所写的是，这个不是我所拣选的，这个拣选伊的原文，咱台语和日本翻了做好的，这个是我拒绝的，就是毋是这个啦，毋是这个，一个过去，耶和华上帝甲撒母耳讲，毋是这个，毋是这个，撒母耳无怀疑。真做上帝奴仆，无怀疑上帝所吩咐的。徛伫面头前的是亚西的囝，亚西甲伊的囝拢总叫来。撒母耳一直到上尾一个时阵，上帝犹原讲毋是这个。撒母耳用伊对上帝遐来即份，用伊知影上帝是信实的，是知影所有一切代志。伊问亚西讲：“你的囝就安尼吗？无其他的人啊嘛？”伊知影，的确是应该阁有。亚西讲：“阁有一个细汉伫外口。”撒母耳讲：“叫伊转来，伊若无转来，咱无要坐倒。”一直到这个上细汉的来，这个是伫外口饲羊啊，上细汉的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讲：我无经这个，我无看人的容貌，无看伊较大汉。这个上细汉的，大汉细汉，咱会当讲年岁，嘛会当讲外表看起来。就是上帝这句话，互咱知影，当人伫看一个人的时阵，人伫判断一个人的时，拢总是用外表。总是上帝讲，我看的毋是这的，大汉细汉对我来讲毋是重点，重点伫伊的心。扫罗和上帝体会，是因为扫罗的心无掠上帝做上帝，伊只有看伊家己是一个王，伊会当跳过上帝所拣选的撒母耳这个祭司做献祭的代志。伊认为真做一个王会当跳过上帝，因为我已经是对上帝遐得到恩惠，来真做以色列人的王。耶和华上帝伫这个时所讲的这句，就是伫讲扫罗互我体会，是因为伊的心改变了，我体会，伊无要听我的话咯。即马我要选一个是会听话，这个听话，咱即马讲真做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讲搁较正确来讲，就是有掠上帝，真做伊的上帝。咱若真正认真有去读圣经，咱会发现，当撒母耳甲扫罗伫讲话的时阵，扫罗定定讲的是你的上帝，你的上帝。伊足少伫讲我的上帝，就是伊献祭的时，就是伊留遐的好的物的时，伊拢甲撒母耳讲，这个是为着要献互你的上帝，所以才留的，是为着要献祭互你的上帝，我才做这样的代志。伊无掠上帝，真做伊的上帝，所以上帝无掠伊做伊所用的人。对这，咱嘛会当看见一个人。你要对上帝遐得到疼痛，
你着保护，你着保守，你就要先知影，你求的是什么人？你所求的是耶和华上帝，你敢真正有掠伊做你的上帝，还是伊是别人的上帝，也是只是一个神明尔？若是一个神明尔，安尼当伊无照你所意愿的、你所爱的事，你就无爱听伊的话咯。你着用家己的方式来解说，都会亲像扫罗安尼，会掠互上帝生气。上帝生气，上帝离开，是咱无法度想象的。咱对扫罗一生会当看见，迄个无平安是足恐怖的代志。总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恳求，咱定定无安尼的感受，咱拢掠上帝恩典是永远的恩典。咱拢掠上帝慈悲是永远的慈悲。的确得罪着耶和华上帝时阵，咱讲上帝知影我的软弱，上帝知影我，上帝的确会原谅我，会赦免我。总是上帝敢真正会赦免，迄是在伫上帝，毋是在伫咱，互咱家己留地步、留空间，家己解说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当上帝甲撒母耳讲，我毋是看人的外貌，看人的容貌，看人有大汉无，我所看的是内心。这句话的确完全都是甲扫罗所做伊的心的改变讲了完全出来。所以咱嘛会当对以后咱所读的、咱所知的大秘，伊是一个什么款的王？伊是一个掠上帝做上帝王。当扫罗无照制度、无照上帝所选的，撒母耳是一个祭司，掠伊家己做王来献祭这件代志。咱看见伊无照制度来，无照上帝所吩咐的。到大卫的时呢，大卫伫遮用受到撒母耳用油来甲抹。抹油这件代志，对祭司遐来是一件足大的代志。因拢知影这代表什么代志？这件代志嘛，毋是暗暗来的。撒母耳去献祭，去嘛请亚西甲伊的囡仔拢来，毋那这家人伫遮尔，阁有长老，所以这件代志的确毋是暗暗来的，是一个光明正大的状态，献祭之后所行出来的事情。对家扫罗应该是会有听到，袂无听到。总是咱知影，一直到后壁，扫罗甲大卫中间，大卫一直到做王，真正做伊用受抹油，一直到伊做王中间，超过侪年。圣经背景甲咱讲，大卫受抹油应该是15岁。当伊做王是30岁，15年的时间。这15年的时间，大卫拢伫搭。伊敢毋知影伊的身份吗？大卫已经知影。总是大卫伫做啥？大卫拢伫扫罗门，拢伫扫罗伊的身躯边。扫罗无法度困的时阵，伊弹琴互伊听。伊去交战的时，伊嘛做伊的兵。当扫罗知影大卫正做上帝所选，要做王，伊甲对杀的时，大卫伊只有走，他没有所谓的自卫的行为。咱会当看见大卫有机会会当杀扫罗，总是大卫伊无杀扫罗。毋是因为伊惊扫罗，是因为伊讲，伊嘛拒绝伊其他的兵丁来杀扫罗。伊讲，这个是耶和华上帝所立的王，我袂当害伊。大卫
比掠上帝做上帝，对遮看了上清楚，伊清清楚楚知影伊家己真做已经抹油了，受抹了，伊就是一个王。伊会当做王，总是上帝时间还未到的时阵，伊无掠家己已经受抹油啊，伊就讲我会当来替扫罗，无，伊讲这个是上帝所抹油来设立的王，我袂当甲害。毋是因为扫罗对伊介好，毋是因为伊惊扫罗，是因为伊敬畏耶和华上帝。咱对这会当比较出来，嘛会当看出来，两个人的心无共，这个就是上帝把这个代志放伫圣经内面，互咱来看、来学习的所在。扫罗是安尼伫看上帝，大卫是安尼伫看上帝。扫罗是安尼伫看制度，是安尼伫看积分；大卫是安尼伫看制度甲积分。敬畏耶和华上帝，毋是用嘴来讲，你的心安怎想，你的行动就安怎做。当咱无照上帝透过制度、透过积分所设立的，咱无敬畏、无遵照安尼来行的时，就亲像扫罗同款。咱敢有法度亲像大卫安尼，拄着性命交关的时，也犹原会当讲，这个是耶和华上帝的人，我袂当甲害，我就爱听候耶和华上帝的事。对遮，咱就会当看见，嘛会当学习，嘛会当反省着咱伫教会内面看积分、看牧者、看长老、看执事、看小组长、看会长，咱是安怎看这个人？咱是看伊是对上帝遐所设立的，我就因为敬畏我的上帝，照这个体制，照这个积分来行，也是我看袂起这个人，因为伊细汉，因为伊看了无才，我看伊袂堪你这个积分，是你看，是上帝伫看。上帝用制度、用积分来互咱知影，当咱要遵照耶和华上帝的旨意，要听伊的话，就爱照伊透过人所会当接受的这个制度、这个积分。那安尼想、安尼看，其实咱伫上帝面头前，拢爱妙妙带，拢爱亲像扫罗安尼。今仔日若照上帝对待扫罗，圣神是会离开的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伊恳求天父上帝，互圣神悠远甲咱伫地。所以当圣神悠远搁伫咱的心肝头，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时阵，伊所做的是啥物？就是咱前2个礼拜伫讲的，圣神呢为着咱来祈祷，照上帝的旨意，无互上帝来生气。伊知影咱的心做按啥物款，安怎想，伊知影咱的嘴讲啥物话，伊的烦恼，伊伫上帝面头前。会为着咱来求讨，总是伊嘛会提醒咱，安尼做毋对咯。抵到咱的心嘛是会有无平安的事。咱定定无照上帝旨意来行的时阵，咱的心肝头的确是会无平安的。咱家己知影，圣神伫提醒的是，毋通掠伊的提醒，掠伊的声做无声。圣神会吐大开。嘛毋通看伊做无，嘛毋通亲像扫罗安尼讲，安尼想，我真做一个王咯。人的声是安尼，我是一个王，我应该是会当安尼做，我嘛惜命。总是上帝讲袂使的时阵，就是袂使。
当台面，伊敬畏耶和华上帝，无杀无害扫罗，毋是看扫罗这个人做了无好，应该死，伊就安尼，互伊死，就甲杀，嘛毋是叫扫罗你要害我的命，我为着要活，我只好杀你，嘛毋是安尼，伊嘛毋是掠。我已经受我有，我嘛要做王啊，所以我会当即马就起来，甲你换掉。无，代表伊直直听候的是上帝的时间。对这咱嘛会当有做学习，听候耶和华上帝的时间，上帝所选的人，所爱用的人，伊的心。若无伫上帝面头前，无掠上帝做上帝，上帝犹原互扫罗有遐尼侪年的时间，上帝互一个人有偌济时间，咱毋知，咱袂当看这个人无好，就讲要甲换掉就甲换掉。迄个事是真做制度内面的事，是真做上帝照制度互伊的事。上帝要互一个伊受调来的人有偌济的时间，只有上帝知影。咱就爱听候，毋是看这个人无，毋是看这个人做了无好，迄个是咱的判断，毋是上帝的判断。就是耶和华上帝已经离开扫罗啊，伊犹原互伊伫迄个位。做王，咱若用咱所了解的上帝来看，这敢毋是上帝？其实嘛是互伊时间，会当重新过来吗？伊若是后面的这个时间，无去对杀大面，伊照原来伊知影已经得罪耶和华上帝，亲像大面做毋对代志的时阵，先知甲提醒，伊就。求赦免，伊到伫上帝面头前求原谅，伊都认罪。扫罗若有亲像大卫安尼，咱常常伫上帝拣选扫罗的时，伊的心敢袂软落来吗？伊敢袂可怜扫罗吗？咱看见大卫一世人，伊的人生咱所看的嘛知影，伊掠上帝做上帝，总是伊嘛毋是真正咱所看到的，做啥物拢对的嘛无，总是大卫的心互上帝所敬，伊的心是因为伊掠上帝做上帝，伊知影得罪着上帝的时，就是该死的时。伊知影，这个王，这个身份是耶和华上帝所予伊的，上帝随时会当甲处去，甲换掉。所以，当大卫一直想要建造圣殿，互上帝伫遐的时阵，伊嘛是伫想啊，我哪会当甲上帝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毋知影偌好咧。上帝若无离开，一直到我大，毋知影偌好咧。我的确是都是安尼要做，总是上帝听大卫听到安尼，伊敢有答应允准大卫起圣殿的无。上帝都是听大卫听到安尼，伊嘛是无答应，总是。上帝知影大卫伊的心，所以伊甲大卫讲：我袂离开你啊！总是起圣殿的代志，毋是你的代志。我会甲你的囝斗阵，我嘛会互你的这个位一直到落尾。这是上帝互大卫上好的礼物。诚侪，我知影你的心伫想啥货。总是毋是照你的方式，是照我的。我袂离开你，我嘛袂互你的囝儿离开这个位，因为我知你爱的是爱我甲你斗阵。你知影所有的福分是对我遮来，
所以我看见了，你的上帝看见了，我答应你这件代志，总是毋是照你所想的迄个方式，是照我的，是照我的时间，照我所讲的人，所以伊答应和所罗门来起造圣殿。对所罗一生，对大卫的一生，咱来看上帝的竞选。竞选两个字，原文内面是古传，这个毋是我爱的，意思就是有我爱的迄个。上帝竞选有真多，这个是我爱的，这个毋是我爱的，这个是我爱的，这个毋是我爱的。伫旧约内面，竞选这两个字，古传这个原文，只有一直到阿摩斯就停啊。新约内面无搁出现这个字，拢总无啊。这个字只有出现到阿摩斯。阿摩斯这个先知，伊去警戒以色列人，上帝会生气。伊所讲的。是真做上帝对恁的行为生气，也神要气杀恁，要气杀恁。上帝也神恁的献祭，也神恁照这期所举办的献祭、烧化祭、感恩祭，拢总无要接纳咯。这个上帝对撒母耳来甲所罗讲的是同款的。上帝要气杀你，因为你气杀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所以伊嘛气杀你啊！一直到阿摩斯，这个古传、竞选、气杀，停到这。迄真多，咱伫讲新约稳定的开始。总是到新约耶稣基督来的时，敢无讲竞选啊吗？有，伊讲选调、选召。我所调的来，最总是我敬的，无多。这句话，亲爱兄弟。咱应该是无持分的。当葡萄园的故事，葡萄园的主人伫选工人来葡萄园来做工的时，有透早的，一直到下晡的，平平一云，总是到后壁头前透早来的。生气讲是安怎？迄个下晡才来，甲阮领共款的时，上帝生气了。但伫遮嘛看见，新约内面上帝嘛毋是要生气啊。这个故事是耶稣基督所讲的，伊嘛犹原伫甲人提醒，上帝是会生气的。上帝救恩是照上帝的心，照上帝的时，照上帝所讲的。掠做完全。当咱伫兴奋的时，当咱拢亲像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所调去园内面做工，有透早的，有中昼的，有下晡的。总是到后壁，咱伫兴奋讲是安怎救阮拢共款的时，咱就是掠互上帝生气了。是当耶稣伫讲的，咱看见伊所讲的选是少的，调来的人是多的，总是选到的是少的。还有一个故事嘛是同款，讲到选调、选、竞选、好调。另外一个所在，嘛是耶稣所讲的，嘛是耶稣的譬如，嘛是耶稣的提醒。当一个王要办宴席的时，伊请
伊要请的人来，总是时间到的时，这个主人，这个王，伊派伊的奴仆，搁去提醒，搁去邀请这个人来入道，来坐道。这个人安怎讲嘞？我无时间，我要去看牛，我要去看我的田，我拢有更重要的世间的代志要做。你会坐道，我即马无时间去了。这个故事嘛，互咱知影，上帝是生气的。伊讲好，安尼才会受到邀请的人拢袂肯定，唔免啦。我换一群人去路边，看到的人拢甲邀请起来，这是救恩。就是邀请起来的人，若是无穿礼服，无照制度来，无照礼数来，无照上帝所吩咐的游园嘛是共款，安那赶出去啊！所以咱讲救恩的时代、恩典的时代，上帝敢袂生气？上帝敢袂退火？嘛是会啊！只是有耶稣基督恳求天父所赏赐的圣神，为着咱基督，咱唔通掠安尼，真做会当互上帝生气的理由，嘛唔通一摆搁一摆互上帝来生气。上帝生气，的确其实是伤心嘛。因为当伊邀请的人无来的时阵，上帝是伤心的啊！你要讲上帝生气，最是伤心大过迄个生气啊！因为我邀请你来是我意爱你，我欢喜你，我要互你福分。总是你无爱的时，你的上帝无法度甲上好的互你的时，我的心是艰苦的。所以保罗才会去讲到圣神伊的艰苦心嘛，圣神的心，耶稣基督的心，天父上帝的心是同一个心。好调来的无看行为，总是选的是看的是啥物呢？讲到这个。好调受选，一直到启示录17章是上尾，伫讲到这个，就是当上尾的时，羊羔交战的时，甲伊同齐太赢的人是虾米款的人？是受调的、受拣选的、忠信的、忠信。真做忠心嘛！圣经讲忍耐到底，要得到救。这个忍耐所指的，就是咱爱忠心到上落尾。上帝拣选，上帝顾全，耶稣基督的救讨、中保、圣神的提醒，在伫甲咱讲。咱是受调来到上帝面头前，会当来甲敬拜，会当用有上帝透过这制度，透过这份来甲服侍。总是，遮的是伫看咱的心有掠上帝做上帝无？毋是互人看咱有够敖无，嘛毋是互人去判断这个人有够敖无，有会堪得这个积分无？毋是，迄个毋是人讲准算的。所有甲上帝有关系的代志，拢是上帝讲才准算，上帝讲才准算，上帝的时间才准算。毋通用人的时间，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亲像撒母耳。伊遐尼大的位，伊会当听到上帝的声，伊就悠远会看外貌咧。当伊看到亚瑟囝一个大汉，一个水的时阵，当上帝讲，这个毋是我爱的，是伊的心，敢袂怀疑吗？咱若用人的心来看，伊想讲，啥那毋是这个咧？这个我看袂歹啊。
到第二个时阵，伊嘛有可能想讲，这个嘛袂歹啊，是安怎毋是这个咧？一直到七个囝拢过去的时阵，伊还未看到大美的事，伊敢袂想讲啊，主啊，囝拢伫遮呢，拢无啊呢。当上帝啊讲毋是遮的时，伊敢袂对上帝来怀疑吗？咱若用人的眼光，人的理智，人的了解，你开眼敢嘛是会怀疑啊？总是撒母耳伊做了一个最好的模范，就是伊马上就对亚西讲：“你的囝就遮的吗？无其他的吗？”伊相信伊的上帝，伊知影伊的上帝所看见的，伊知影伊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，是安怎咧？因为伊是上帝的人，伊是上帝所要用的祭司，徛伫伊的位，徛伫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，徛伫伊过去种种甲上帝对上帝遐领受的话，伊知影上帝讲的话的确袂毋对。亲爱兄弟，咱敢有法度面对着上帝声，面对着圣经，安尼伫反复的时，咱会当掠遮的做上帝的确袂毋对，也是咱会亲像扫罗安尼，用家己的方式来解说。若是安尼，咱就要知死咯。圣经的提醒，上帝允准遮的故事、遮的代志，藏伫圣经内面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会当家己看、家己知，咱嘛听侪上帝的奴仆、女婢所传讲的，遮的其实拢是提醒尔，提醒咱真做上帝的囝儿。爱听上帝的声，听上帝的声，顺服，这个是咱的心嘛。上帝所爱的献祭，毋是咱献出来的迄个金钱，用金钱，迄个就亲像制度共款，迄个只是一个方法啦。总是咱啊。掠遮的拢看无，咱要用啥物来表现讲我的心的确是掠上帝是上帝呢？这份制度当然有咱看无够额的所在，嘛有咱会当解说的。无共款的人有无共款的解说，总是上尾咱所看的，上帝爱咱去面对的是啥物？是我敢有法度，伫真做上帝囝儿，伫真做一个基督徒，真做一个有积分的长老、执事、小组长，甚至是基督徒安尼身份，我敢会当照步来？我敢真正会当照起工来行？我敢会当忍耐、忠心，一直到落尾？若是有，安尼就是启示录甲咱讲的，咱甲耶稣基督、甲羊羔同齐去甲迄个歹的、甲魔鬼来交战的时，咱会赢，因为赢的是羊羔耶稣基督。咱第一到落尾，忠心到落尾，咱就得到迄个甲上帝同齐道的迄个福分，是袂好。等咧外口，伫黑暗的中间，袂是伫上帝邀请你来同齐道，互你伊要互你的福分，甲伊的欢喜临到你，永永远远。这是咱所求的，这是咱所讲的平安。当上帝甲我伫地，我知影我是平安的。伫疫情的时间，这个阶段，最其实咱所面对的都是这样的。真做上帝囝儿，真做基督徒，咱以前其实伫台湾
无想过我袂当去教会去礼拜堂来敬拜，只有想的是我要去还是无爱去尔。总是这个过程，咱若是甲想象，这个过程是真做上帝讲你毋免来啊，若是安尼咧。感谢主，感谢咱的上帝，毋是安尼，这个过程毋是，总是这会当真做一个提醒。若是上帝讲你来，我嘛无爱看见你。我无欢喜你，你所献的这，我嘛无要接受的事。迄当阵毋是咱伫想讲，我这个月趁3万块1/10是爱偌济？啊，我较少敢会使？我若摕去做好的代志，无献互上帝，安尼敢会使？都毋是掠安尼啊啦，都是掠上帝讲你毋免来啊啦。若是安尼咧，咱敢有想过？若是时间是安尼的时，耶稣基督的心、圣神的心，甲咱的心是同款的吗？什么呢？甲扫罗讲一句，上帝生气的原因，伊讲了足清楚的。伊讲你反背，你气杀，你硬心嘛？反背硬心会做，亲像行邪术，亲像行拜偶像，就是反背硬心，都是无甲上帝正做上帝。气煞耶和华上帝用反背甲硬心来做表达。毋茫今仔日的圣经站，今仔日扫罗的故事、大卫的故事，因甲上帝的关系，互咱侪侪提醒。疫情的时间会过去，咱伫上帝面头前受掉、受选、忠心，这个时间是伫咱。抑阁我的事，的确爱去想的代志，毋通真做糊涂的人。爱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，咱的性命明仔载有可能都无去，都毋是这个病毒，互你无命。交通以外嘛是会，上简单的找无原因的心肌梗塞嘛是同款。最的方式会互咱无命，无世间的命。咱所爱面对的，就是伫上帝面头前的迄条命。伫上帝面头前迄条命，我敢有得到上帝欢喜？敢有得到上帝阿乐？我敢会当真正甲上帝同坐倒伫天国内面，亲像咱伫教会内面领圣餐的时。安尼会当献上咱的感恩，献上咱的奉献，献上咱的服侍咧。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调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诚做你的囝儿。你所选的，阮所敬畏的耶和华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头前袅袅出，因为阮知有阮已经知影的罪，甲阮毋知影，总是已经犯的罪。伫阮的性命内面，伫阮的生活内面，在在得罪着你。阮定定无看遮的，是因为阮认为阮是听话的人。总是若是照扫罗伊的做法，阮则搁来想阮家己，定定阮嘛是安尼。阮无法度亲像大卫安尼做到迄个程度，总是恳求
圣神为着阮祈祷的时，照上帝的旨意，不断来提醒阮，互阮一摆搁一摆，会当透过礼拜，透过读经，透过有积分的人，透过做的方式来看见家己的心，嘛会当来悔改。真做互你欢喜的，做你知影，阮的心即时是真实的。阮毋望，阮会当忠心、忠信、忍耐，一直到落尾。做是主，当阮软弱的时，当阮要离开的时，当阮想要反背的时，当阮对你来硬心的时，求你亲像疼囝儿安尼来管教阮，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头前得到完全，互阮亲像你同款完全，互阮学习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伊所做的、所讲的，掠你的欢喜，最欢喜。互别人嘛会当听到你的话，伫你的面头前领受你所要互人的福分，永远的活命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条咱要来唱回应的圣诗，圣诗第184首，圣诗184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，互我敬我微微小看的人，互我介意近我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我靠，会得以保守，会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会保守直到迄日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疼痛哪会遐大，欢喜喜乐互我，敬我比你小看的人，互我甲比近我，因为我知属神的救主，若亲信我靠，为你保守。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彼日。耶稣恩典哪会遐深，充满伫我心内，因为对神圣敬福音，心会平安自在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信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彼日。诚心感动哪会遐深，互我凊彩归心。承受福音，信受感化，生命满心坚定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亲信我靠，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直到彼日。白行诚心三位一体，至圣至关至大，尊贵的个人原无体，无落伊命无散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
那清心瓦可为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通伊的，为保守你高奇迹。车坐一碟，咱要来报告。咱永远伫疫情的中间，咱永远透过网络来敬拜。咱下礼拜讲道永远是牧师，师会是杨长老。咱来报告事项。第一点，咱全国疫情共款，各警戒第3级，咱延到6月28。咱请兄弟尽量避免外出，保护家己，也袂记，也莫每记主日，袂记主日准时伫家己伫厝内一同来敬拜，也当透过礼拜连结互厝内的人。互咱伫敬拜中彼此代祷，共度难关。第四，咱7星中会有公告，伊是主后2021年6月初5的中委的讨论有共识，疫情有3级的警戒，胜利点加一寡要点。咱疫情3级是已经进入实体。禁止实体的聚会，配合防疫。第二，圣餐的重视是 COVID-19 临界的团契三通。当领一个身体，因为现实无法度做到，所以咱恢复实体礼拜时，才会当施行圣餐。洗礼嘛是同款，咱洗礼应该伫礼拜中来举行，伫电话中视讯中相带。节制来祈祷。第4点，若病危，也是因素要举行洗礼，由小会来决定举行，人数不得超过5人，其中包括牧师、长老甲受洗的。若伫病院举行，也要得到病院的允准，才会当进入病房吼。咱这点来读。咱本周的金句，总是要花互撒母耳讲，甲撒母耳讲，无得看伊的容貌，甲伊的身躯大汉，这人是我所拒绝，因为耶和华看无亲像人咧看，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心内。撒母耳上卷10章第7节。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咱接下来要搁请牧师来为咱来讲道。亲兄弟，咱看见咱的代祷事项。第4条是春英节，有准备7月头一个礼拜举行圣餐的事，迄天要来受洗礼。咱特别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。疫情的阶段，咱知影中委会有决定，袂当有圣餐、圣礼典拢袂当举行，就是圣餐、洗礼拢袂使。亲像牧师后头讲的，伫讲道内面，上帝甲咱的提醒。有当时咱想讲，是我爱是无爱，总是若是已经袂使的事，要安怎？这个阶段无实体的礼拜，直到无法度洗礼。过去咱所想的是，我想看卖咧，我的时间咧，总是这个时间，敢是上帝的时间？若是一直拢无实体礼拜，已经无法度洗礼，嘛无法度守圣餐啊，咱要安怎咧？这个过程中间，若是失去咱的性命，咱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敢阁有机会来得到救咧？
这是一件足大件的代志。对纯英者来讲，对咱已经受洗的人来讲，咱来讲啊，好佳在我已经受洗啊。总是受洗了后来，咱到中神。对纯英者来讲，伊的心呢，这个时间是重要的。咱恳求上帝会当稳准这个时间。伫中委会的决定内面，特别有讲到，若是一个人病危的时，也是特别特殊的需要，咱其实做难用咱的角度来解释。咱要讲的是，照体制来，照制度。中委会安尼宣布，咱就照安尼行。总是时间在地，咱的上帝得救在地，咱的上帝。咱毋望上帝稳准7月头一个礼拜会当行这个洗礼，当坐伫上帝面头前，会当当坐道守圣餐。这礼拜，咱的行动方案嘛有甲咱厝内面的人来分享，你受洗时进前你的心情，一直到受洗，这个感动。这个行动方案，毋那是一个行动方案，其实是透过咱这个感动，嘛伫反省，这个感动也搁伫我的心肝头无。当我伫上帝遐领受到救恩的时，我敢有一直忠心到即嘛？我讲我袂晓传福音，袂晓做见证，总是这个感动甲讲出来，我拢袂晓吗？咱爱学习，迄个感动遐尼大，救恩遐尼大，做一件安尼的代志，的确袂当讲袂晓。咱爱学习，咱嘛爱一摆搁一摆感谢上帝稳准。咱有这个身份，会当伫伊的面头前来求讨，遮的拢是宝贵的，毋是咱应该本来就会当有的，无迄落代志。若是无上帝稳准，拢总是空空。咱同齐进入公道的时间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你的女婢伫你的面头前，甲所有你所拣选的囝儿有身份的，今仔日这个时的祈祷，带到你的面头前，恳求你接纳，也感谢。你调阮真做器具，
会当互你用，会当真做芳芳的祭来献上互你。每一个祈祷代表阮的心，阮烦恼阮的兄弟因的身躯白疼，阮烦恼教会无法度甲福音传出去。总是阮少少伫想，我会当做啥物？阮定定伫想的是，别人会当做啥物？迄个人就是无好好啊照顾伊家己的身躯，所以伊才会安尼。咱拢无想到，阮拢无想到，伫你的面头前，无一个人是完全的。主啊，阮伫你的面头前谦卑，看家己真做真正知影是卑微的，无你就无阮。阮要安尼来求讨，阮要安尼来祈祷，阮要安尼徛伫耶稣基督死搁活的救恩，阮要安尼秘伫圣神讨大开的内面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赏赐阮平安，互阮知阮伫你的面头前得到你的接纳，得到你的欢喜。阮有缘有这个身份，会当徛伫人的面头前，徛伫你的面头前来做见证，来求讨。才会隆重成做你的恩准，阮安尼感谢，也安尼祈祷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这条咱要来唱圣诗388首，圣诗388首，荣光归圣父上帝，荣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地地，无穷无尽，阿门。请兄弟起来吟临时线，请牧师祝祷。愿天父上帝会听谈，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圣神不管是会提醒甲恁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